阳光甲学乐，今仔日是中秋主日，所以咱用欢喜的心情来迎接咱阳光的上帝，阳光的主。咱请琴来弹一遍。无限阳光甲学乐。这较无共款，因为伊个河是伫头前，吼，第一站咱唱了，应该搁爱转去头前来结束伫迄个第二节的结束，安尼吼。好，咱来先念歌词，是念一遍，因为这首歌应该咱较无熟，吼，咱来念第一节的歌词，针对河这个所在先开始来请。无限阳光甲学乐，拢归救主人君。和散那歌声响亮，出自细囝嘴唇。代表王家的后裔，以色列的人群，奉陪圣名来降世，万人应该敬尊。哦，咱过来就是，过来唱一遍迄个河的所在。好，来，按对头来唱一遍。请无限阳光甲学乐，归救主人君。和散那歌声响亮，出对世界吹吹。第一节代表王。这是咱第一节的部分。好，咱来看第二节，第二节的歌词，咱先读一遍来。天使天君无数万，伫天学乐主名，受造万物甲万民，伫地吟诗应声。来看第三节的歌词来请。伊必来的正经入面。夜中手机欢迎，伫主面前咱奉献，称赞祈祷上迎。好，这是对头到结束。好，咱来对头过来唱一遍哦，这遍咱唱全首。好，来请。八户。来唱无限阳光，请来，无限阳光甲学乐，归救主人君。和散那歌声响亮，出对世界吹动。代表王。
第一首的圣诗，圣诗85首。来看第二位的圣诗，圣诗第86首。威严君王徛如正静。这首诗歌咱应该拢清晰，只是歌词无共款。没有错，这个就是咱最常听到的，应该是伫咱要煞回正经，咱的迄个上型的诗歌。但是咱今仔日这首的歌词是无啥共款，是咧纪念咧章丘主日。咱来对头来唱一遍。威严君王，来请。威严君王徛如正静，百姓沿路自下怀敬。我就把撒破草出去，温柔求主对下归去。第二节。威严君王徛如正静，强力主宰东西情形。这是基督开山我定，他也是心最后完毕。第三节。威严君王徛如正静。准备心，开始今日礼拜。请安静，当心来敬拜上帝，走甲。
西安的查某囝就大庭欢喜，耶路撒冷的查某囝就出欢喜的声，看啊，你的王来就近你，伊是公义，搁行拯救，温柔，搁骑驴，甲驴所生的驴仔囝，三甲在金丝乌罗上帝，圣诗85首，圣诗85首。请起立。
使徒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子。对圣灵高开，对神路发芽，历史一个是埋葬和因故，三对战斗我被上帝大病，伊要对审判活人甲死人，信心，教会，圣徒的上头，在下面，这个国话，阿门。请坐。大家用启应文28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启应文28篇，要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愿以色列讲，愿阿伦祭司的家讲。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，伫危急的时，我求救上主。上主甲我同在，我要行行。甲我开公义的门。这个门是上主的门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。喜处师傅，喜杀的族。这是上主的作为。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解救阮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互阮希望。奉上主的名来的，迄位应该受祝福。上主上帝，互咱着行树基，参加庆典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要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满心感谢阿罗你。因为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阮，赦免阮一切的罪，搁赐性命甲信心，互阮会使随时无惊吓来到你的面前。阮感谢你，当阮面对艰难时，你一直在看顾、引带阮，赐互阮教业通用的恩典，也互阮学习会使只有靠家己。爱谦卑、顺服、忍耐，专心倚靠你，成做一个主所欢喜喜爱的人。我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听教会，伫这个需要光明的时代，由你兴起上山教会，互阮活出你的真理，赢过患难甲魔鬼的攻击。愿你的国降临伫台湾，拯救台湾每一个灵魂，互阮会使得到真实的平安，甲永远的福气。求主嘛，互阮有一个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，愿你的话进入阮的心内，互阮会使得到帮助。阮生生排列以上的祈祷。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行讲。
来恭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腓立比人书2章第5到第12节。恁就有耶稣基督，基督耶稣的心做心，伊本有上帝的心脏，无掠甲上帝平等，做所着接受的，反倒摒空家己，取奴仆的心脏，诚做人的样相，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，就付家己顺服到底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。所以上帝高升伊极悬，赏赐伊迄个名，活过伫万名的顶面的，互记若伫天、伫地，搁伫地下的，以耶稣的名，无一个口头母毋跪拜，无一个喙毋称呼耶稣基督做主，来归荣光俾上帝。请陈牧师讲到题目是以耶稣的心做心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上山国小的新的学期的生命教育，对2礼拜前开始。伫我所教的6年级的第1节课叫做双赢思维，就是甲囡仔分享，毋若家己好，嘛爱替别人设想，大家做伙好。当我上课结束，收囡仔的簿仔转来看，因所写的回应，部分的囡仔会替人来设想，亲像有人就鼓励讲，伊会主动伫遐做家务，来减轻爸母的辛苦。因为爸母心情若好，家庭气氛就会和谐。但是，搁较侪比例囡仔，因认为无需要替别人来想，因为非常麻烦，家己好就好。即摆课程甲10几年前的课程有真大的差别。10几年前拢强调是人的独一无二，你上特别。但是现在较强调双赢。有的人嘛讲好，因为即摆囡仔少，每一个拢互爸母、阿公阿嬷当做宝贝，所以伊已经看家己是独一无二，是上特别的。也因为安尼，真侪囡仔因毋知影安怎甲人合作，毋知影安怎替人设想，这伫我上课时会感觉会出来。但是这是一种危机，因为这囡仔若袂晓甲人合作，以后咱的社会会搁较冷淡。会搁较绝情，所以上完课，伫遮囡仔的课本顶面，我就回应因讲：希望伫这学期了后，你会当看见其他的人的价值，并且体会到甲人合作的美好。但是，敢毋敢若这囡仔需要学？其实咱每一个人也需要学，因为真侪时，咱想的拢是家己。有一个少年军官。伊拄仔甲互人升做少校，但是伊无马上甲伊的太太讲，想讲转去厝里，才互太太一个惊喜。所以转去厝里，伊无亲像以前会马上将伊的军服脱落来，伊是穿规暗时，希望太太会当看见伊制服顶面的迄个军阶。结果会互伊非常的失望，因为太太看一暗时，连一句话拢无讲，并且过无偌久。太太竟然哭出来，伊问太太讲：“太太，你为什么要哭呢？”这个太太非常委屈讲：“你根本都无注意到我今仔日有电头毛。”人的本性就是遐尔自私，咱看的只有家己，但是咱嘛袂当将责任拢撒互亚当夏娃。就是恁去食上帝禁止迄个果子，恁若无食，阮就袂安尼啊。咱袂当将责任拢撒互亚当甲夏娃，因为咱既然受呼召成做耶稣的学生，咱就爱有迄个受呼召了后应该有的款式。亲像罗马书12章第10节有讲：疼兄弟就三亲爱，敬重人就三推尊。但是
要做到去听迄个甲咱无血缘关系的兄弟也是姊妹，敢有容易？非常困难的代志嘛。人敢有可能靠家己做会到咧？但是，咱既然受调成做耶稣的学生，咱就爱进一步来学习，我要安怎来按照耶稣的款式来做到耶稣互咱圣经互咱的遮个教示。所以伫近日受兰州，按照教会经课表来读这段经文，就是搁一摆提醒咱，要成做耶稣的学生，只有去经历耶稣的牺牲，只有互耶稣救赎，咱才有可能改旧换新，咱才有法度听兄弟姊妹，才有可能会当做到亲像第2章一开始所讲的。同心志、同仁爱、心心和合、心志专一。所以，虽然顶礼拜的牧师已经提早一礼拜使用这段经文，但是咱搁一摆拍开属灵的耳孔来学习。腓立比书是保罗伊写予伊伫欧洲起造的第一间教会的批信。腓立比教会会当讲是一间真有见证的教会。但是这嘛无表示因无任何的问题，因为教会就是有罪的人组成的，所以一定会有问题。因的问题，咱会当伫第1章27节看见一点仔的线索。伫遐保罗讲，独恁件代志，着合伫基督的福音，而且互咱看见因的行事、因的行为，敢若甲基督的福音无啥来共款，无合伫基督的福音，所以保罗才会安尼讲。所以咱会当想象，即间教会真有见证，即群人伫起造教会、伫传福音的事工顶面做了真好，但是因伫因日常生活的行为，因的所做较无合伫福音的要求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有可能是一个基督徒，伊伫教会有非常好的服侍，逐人拢尊重伊。但是当伊拜一也到拜五去上班，也是去学校的时，较是一个做代志懒惰，也是欺负同学的人。所以对保罗的话，咱会当看出腓立比的信徒，因的生活甲信仰是脱节的。所以保罗伫遮提醒。信仰是无分礼拜、无分周间的，咱所做一切拢爱点伫基督，也就是讲，咱一切拢是爱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来行。所以保罗伫遮提出讲，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做心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咱爱用耶稣基督为咱死伫十字架的疼。来当做咱生活内面一切的准则，咱才有可能点伫基督。所以伫遮提醒一寡原则，咱会当检验家己，毋是去检验别人哦。咱是毋是真正互耶稣成做咱生命的主，也是咱由原压调咱生命的方向盘咧？咱的价值观是毋是照耶稣所教示的价值观？看上帝国较赢过伫地面的消息的国度，咱是毋是伫生活内面常常纪念并且感谢耶稣的恩典，也是不时伫埋怨伫咱生命中间所经过的遐个苦难？这问题伫咱个人的生命来讲，是一个非常大、非常歹回答的问题。何况是咱规个信仰团体。当咱做伙伫面对这个问题咧，一个信仰团体要共心志，除非咱用耶稣的心做心。但是用耶稣的心做心，甲心理学定定用的同理心是无共款的。两个人要同理心真简单，三个人要同理心就开始有难度啊，200-300个人咧。要用同理心，实在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保罗伫遮讲的，毋是咱彼此有同理心。保罗讲的是，咱爱放落咱家己的心，将耶稣的心来换入来。
我若有耶稣的心，你若有耶稣的心，咱若有耶稣的心，虽然人真多，但是较容易会当共心志。所以咱看伫即段经文内面，保罗使用的字眼，拢是恁即种团体的概念，较毋是用你即种单独的概念。意思就是甲咱讲，用耶稣的心做心，毋是咱家己秘伫房间、秘伫厝里练习，是咱爱伫一个信仰团体内面做伙来操练。当然，伫信仰团体、伫人的中间，当咱要袂将耶稣的心放落来时，即个摩擦一定会出现，嘛有人会受伤。但是咱既然受呼召，就无搁强调讲我个人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，我个人会当做什么，我个人有什么。呼召是上帝呼召咱运用咱有的才调、咱的时间、咱的财宝，伫一个团体内面彼此服侍。另外，咱要用耶稣的心做心，咱嘛爱知影讲耶稣的心到底有甚物款的特质。但是咱会安怎理解，嘛出在咱到底用偌济时间伫读圣经。有的人读圣经是一节啊一节啊，经一寡家己感觉真好的金句伫读。那安尼，咱对耶稣的理解，有可能就是敢若一节啊一节啊，也是一个故事的了解程度。譬如讲，你若敢若知影耶稣非常勇敢。敢直接去指责人的罪，所以你嘛学耶稣，一个仔就当面去指责人的罪，结果咧，不但无互人离开罪，嘛破坏彼此中间的迄个关系。伫遮毋是讲咱黄面毋看罪的问题，伫遮是咱爱去注意，耶稣嘛互罪人机会来悔改呢，因为伊毋愿意人沉沦。但是你若无读到遮，你就产生误解。反倒转嘛是共款，你若敢若读到耶稣会疼，耶稣就疼咱的，但是你毋知耶稣对罪恶、对无公义是绝对无容忍，你嘛有可能陷入错误，陷入迄个错误的疼的内面。所以咱绝对爱读圣经。这个时代有真侪方法在帮助咱读圣经，咱会当伫圣经的内面看见耶稣的性命，甲互咱会当通效法的即个模样。但是，若用耶稣的心做心，对你来讲，要是一种非常抽象的概念。希望布道家施布真牧师伊的讲法会当帮助咱搁较明白。伊讲，咱爱诚做耶稣的复制品。亲像咱去影印身份证的时，大先咱会将咱的身份证放伫迄个影印机，然后试一张影印本的身份证就出来啊。当然，即张影印本毋是真正的身份证，就亲像咱安怎学嘛无可能变做耶稣。但是当咱摕即张影印本的身份证去办代志，人就好亲像看见你真正的身份证共款。所以，诚做耶稣的复制品，就是互别人会当对咱的身躯顶看见耶稣基督。施布真举一个例，就是伫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13节，当耶稣的学生彼得、约翰，因徛伫众人的面前，伫遐见证耶稣基督的时，伫遐描述讲四周围的人是安怎反应。伫遐因讲。众人看见彼得、约翰的好胆，搁知因是无学问的平常人，就奇怪，搁认得因捌底耶稣。彼得甲约翰伫耶稣上天了后，互圣神充满，因就改变啊。原本的软正变做勇敢，因开始诚做耶稣，因开始做耶稣做的代志。因医好一个歹脚的人，因徛伫众人的面前，伫遐传福音。彼得甲约翰诚做耶稣的复制品。
所以虽然耶稣上天无伫遐，但是别人透过这学生的所做，好亲像因看见耶稣共款。正做耶稣的复制品，伫教会内面一点仔拢无困难，因为即时的咱看起来拢真敬虔。但是当咱拜一到拜六的日常生活就无容易啊，非常的困难。特别伫咱的家庭生活内面，家庭是操练信仰上好的场合。咱每工面对的，就是咱的先生、太太、爸母、囡仔，也是咱的义工，也是咱的宠物。咱呈现出来，就是迄个上真实的本性。但是咱敢有伫咱的家庭内面，将咱信主了后，迄种生命呈现出来，迄种好，来呈现，互遮个人看见，互因感受会到咧？咱敢有互因看出讲，咱是对耶稣的人咧？信仰毋是礼拜日的代志，是咱每一工拢爱去实践的。无论什款的场合，希望咱透过咱的言行举止，互人看出咱是属于耶稣的人。接续落来第6节到11节，是伫解说耶稣的心是甚物款的心。这段是一首早期教会因所用的学老的诗歌，咱会当分做2段来看。第一段是第6节到第8节，伊本有上帝的形状，无掠甲上帝平等做所着接受的，反倒摒空家己，取奴仆的形状，诚侪人的样相，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，就屈家己顺服到伫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。耶稣本来有上帝的形状，意思就是讲耶稣就是上帝，所以伊会当使用上帝的权柄，亲像伊会当用婴儿的方式来到世间，伊嘛会当差派天使天军来扫灭世间所有的邪恶。但是伊将伊所有神的特权拢总等去煞，伊选择出世伫一个小乡镇的马槽内面，伊选择一个普通人做的木工的职业，伊嘛袂挑故意来行神业，来显出家己的身份。耶稣伊所行所做，拢毋是上帝应该做的。伊竟然取奴仆的形象，伊竟然诚做人的样相，伊竟然谦卑顺服死，并且是死伫刑罚的内面。安尼福音真正会互人感觉真戆影。一个有权柄的上帝，竟然诚做人，甚至是人的中间上上阶级的迄个奴仆。伫迄个时代，你甲遮人讲奴仆，因会非常有感。因伫迄个时代的奴仆无任何权利，因的身躯、因的性命，甚至因生出来的囡仔，拢属伫主人。主人要拍要骂，随在主人。奴仆为伊做的代志就是听话，主人讲啥，伊就是听，伊袂当有意见。甚至明明知影主人爱去做的代志是会有性命的危险，伊做奴仆的嘛袂当拒绝。所以，当咱安静来思考为什么耶稣要安尼做的时，咱会充满感谢，因为人子耶稣伊为着拯救咱，伊放落所有上帝应该有的权柄，诚做人的样相，甲咱生活做伙。互咱遮生活伫世间、生活伫苦难内面的人，互咱伫经历苦难的时，咱会当去拄着，会当去看着，会当去经验着上帝的同在。伫2007年4月16号，美国的维吉尼亚州理工学院发生一件的枪击案，一个学生伫校园开枪，致到32个人死亡。17个人受伤，当时有真侪人无法度理解为什么上帝会予一件代志伫校园发生，所以伫大家非常悲伤、非常想袂到、想袂通的时，
学邀请一个基督教的作家杨斐利到学校来演讲。杨斐利安尼讲，伊讲性命受伤的时，上帝伫倒落来。咱敢若知影一个答案，因为上帝来到世间，显互咱看。你敢若需要跟对耶稣，注意伊安怎回应当时的悲剧。耶稣从来毋捌讲审判，互遐个人伫悲伤的人会互因听。耶稣嘛毋捌讲，甲因讲，哎呀，你爱接受上帝上好的安排，因为上帝的奥妙是咱无法度想象的。耶稣毋捌甲遮伫悲伤内面的人讲安尼的大道理。耶稣反转以怜悯、安慰、医治来回应人。上帝甲遐受苦的人徛伫同一个阵线。兄弟姊妹，对伫世间为虾米有苦难的问题，从来毋捌有一个神学家会当提出上好的见解。所以，咱嘛毋免一直受到安尼的问题伫捆绑，直到影响咱家己的信心。但是，当咱看见耶稣伊放弃神的权柄，伊来到世间，来体验咱所感受的一切，咱就知影咱毋是孤单的，咱嘛知影咱是有盼望的。因为耶稣的谦卑、顺服、牺牲，互咱得到救赎。耶稣的国活赢过死亡的关系，嘛互咱伫苦难的时袂跌到绝望。这就是好的见证。当别人看见你虽然伫苦难的内面，较悠然安稳，满有信心盼望，伊减袂对你所信的信仰产生好奇咧。这首诗的第二段，第9节到11节，会当讲甲前一段有非常大的对比。所以上帝高升伊极权，赏赐伊迄个名搬过伫万名的顶面的，互记若伫天、伫地、甲伫地下的，伫耶稣的名，无一个骹头污毋跪拜，无一个喙毋称呼耶稣基督是做主，来归荣光俾上帝。一开始讲即个所以，就是讲即件代志第9节到11节的发生是有原因的。上帝高升耶稣是有原因的，是因为耶稣伊拼空家己谦卑顺服，所以耶稣的拼空无减损伊原本上帝的形象，反倒因为耶稣拼空家己，才互上帝美好的计划会当伫当时看做上见效、上侮辱的时机顶来完全实现。伫第10节有提到，伫天、伫地、甲地下。当时的人认为宇宙分做3层，天就是天顶，地就是咱人所住的所在，地下就是咱使徒圣经所讲的阴府。但是阴府毋是咱华人所讲的迄种有幽鼎、有刀山的迄种地狱。圣经内面的阴府，讲的是咱死去的人去的所在。当时的人拢认为讲人死会到迄个所在。所以伫遮讲，虽然耶稣谦卑顺服，死的是一个，但是伫天、伫地面、伫地下所有的受造物，拢伫伊的掌管的内面。这受造物嘛，因为耶稣的国活，要因为伊互上帝高升，来称赞、来敬拜耶稣。第11节会当讲是腓立比书内面上重要的一节。耶稣基督是主，这句话嘛是初代教会上早伫使用的信仰告别。当初代教会信徒伫遐告别讲耶稣基督是主的时，就是伫告别耶稣基督的神性。耶稣毋若是一个人，伊嘛是神，伊是上帝。当因安尼伫宣告，就是将上帝应该得到的权柄、荣光拢归互耶稣。另外，主这个字伫希腊文有2个意思。第一种意思就是旧约内面对上帝的称呼，
另外一种意思就是有权柄的主人。所以第二种的解说嘛，会互咱想起第7节耶稣处罗卜的形状。但是因为上帝高升伊，耶稣基督国活，所以伊成做掌权伫天、伫地、伫地的一切万物的主。所以伫遮咱看到第2段的即个诗句，甲第1段是真强烈的对比。顶一段讲到讲耶稣处罗卜的形状，但是即段咱看见上帝高升伊，互伊成做掌权的主。伫当时非常重要的信仰告别，耶稣基督是主，嘛诚做咱现代基督徒伫做信仰告别的时非常重要的提醒。当咱每礼拜伫讲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咱的主，咱心内敢真正相信耶稣就是上帝？咱敢真正相信耶稣毋是一个教主？咱敢真正相信耶稣有神的特权？当咱告别，咱敢真正相信咧？咱若真正相信耶稣是万权能的上帝，咱若相信耶稣无有做袂到的代志，咱若相信耶稣是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，咱若相信咱的人生是规个天开伫的面前，伊知影什么是对咱上好的。兄弟姊妹，当你真正相信你的嘴所宣告的，你敢有啥物好通惊的？你敢有啥物好通毋信的？但是上惊的就是啥？咱口是心非，咱嘴安尼咧读咧宣告，但是实际上咱的行为较毋是真正伫相信耶稣基督是主。第二，当咱的嘴伫宣告耶稣基督是主，就是咧讲耶稣是我的主人。当时的罗卜称呼因的主人是主，表示因家己的性命无搁属伫家己。所以，当咱称呼耶稣是主，咱就无搁是原本的咱。这就好亲像保罗所讲的：“我捌甲基督同顶是一个，我要骨底活，毋是由原我，就是基督点伫我伫活。佮我现今伫肉体所有的活，是在伫信上帝囝来活。伊捌疼我，替我献家己。”另外，伫罗马皇帝统治下面，伊下令只有伊干那会当互人称作主，伊命令人将伊当作神明来拜。所以一旦发现有人称呼其他的神明做主，迄个人会互抬头。所以当时的基督徒，当因宣告耶稣基督是主，因是爱付出性命的代价，毋是清清彩彩要信就信的迄种的代志。所以他拄啊安尼一切所讲的一切，咱就会当知影。当咱称呼耶稣是主，就是伫宣告我属伫耶稣。当咱安尼伫宣告，但是佫无好的行为的时，这不但伫侮辱耶稣的名，并且嘛是伫打脸咱家己。但是佫一概强调，要有好的行为甲念头，靠咱家己绝对无可能。但是，咱若有耶稣的心做心，谦卑顺服，看无家己，表面看起来咱真受亏损。但是，当咱为上帝做好的见证，上帝要高升咱，互咱会当阳光伫过咱的生活。这也是伫甲咱讲，只要咱顺服谦卑，大小事拢看做是为主伫做的代志，咱毋免家己去争取。上帝就会加添咱所需要的一切。今仔日是棕树主日，伫2000年前，耶稣骑驴仔入耶路撒冷城，众人将家己的衫、手机铺伫路里，热情欢迎耶稣。但是因错误的期待，因为因认为耶稣是要带因来对抗罗马政府，因认为耶稣是要带因做一个武装的改革。但是这是错误的期待，因为耶稣来是要来宣扬上帝国的福音。所以咱看见
伫几工了后，共款即批人、即批人，因大声伫遐喊话：定伊是日家，定伊是日家。但是当时的耶稣嘛无任何的辩驳，伊谦卑顺服，因为伊知影只有安尼，上帝拯救的计划才会当完全的实现。所以伫中秋主日，咱思想即段经文，互咱毋但是感谢上帝奇妙的恩典，既然临到我即个罪人，并且咱嘛爱用即段，咱爱用咱即个互赎回的性命，咱来回应恩典。虽然咱无亲像保罗，嘛无亲像遮个宣教师，因会当去到世界各国伫遐来传福音，但是咱会当用耶稣的心的即个性命做好的见证，会当互人透过咱来看见耶稣基督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伫中秋主日，阮透过即段经文，搁一届求你来帮助阮。阮真软弱，阮真自私，阮想的拢是家己，所以恳求你替换阮的心，互你的心来替换阮家己原本迄个自私黑暗的心，互阮因为你的救赎，互阮会当彼此相疼、同心志，会当做伙伫遮有好的见证，互别人遮要未信的人透过阮来看见耶稣基督。恳求你使用阮，特别伫即个受难周，主恳求你，互阮搁一届来领受你为着阮受难的意义甲恩典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请咱做伙来读2遍。讲伫恁间要有点仔久的事，恁有讲的事。就着行，因伫暗斗伫恁，迄个行伫暗的，伊毋知行到倒落。恁有光的事，就着圣光，互恁成做光明的人。约翰福音12章35到37。光伫恁的中间，也有点仔久的事，恁有光的事，就着行，免伫暗斗伫恁，迄个行伫暗的。伊毋知行到倒落，恁有光的事，就着圣光，互恁成做光明的人。约翰福音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86首，请起立。
请坐。奉献，请高祖安长老、扎新长老、徐光宇长老、蔡一凡技术、王恩信技术、曾年技术来负责奉献。请起立。请坐。消息报告。第二点，今仔日是总数主日，对今仔日起进入受难周，请大家尽量莫做宴乐的活动。每一天会使祈祷、读圣经来思想耶稣受难的意义。第三点，市中北市区松山南港教会定3月29号礼拜五暗时8点，要伫本教会举行受难日联合礼拜，请兄弟参加纪念主耶稣的疼甲牺牲。第5点，教会定3月31号9点半。国外节联合礼拜中要举行洗礼甲圣餐，请兄弟关心。小组甲牧区消息。第2点，无西牧区小组刚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会友联合聚会。第2点，双年团契定3月27号。礼拜3 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，邀请侯英南医师主讲银发族的口腔保健，请客友参加备午午餐。请牧师补充报告。好，咱即礼拜进入受难周，所以咱伫拜五，即礼拜的拜五，咱8点伫咱的教会有
上山区、南港区的遮个教会，咱会做伙组织来做一个联合的受难圣餐礼拜，所以咱请兄弟姊妹嘛会当来参加。咱即礼拜的拜三祈祷会，咱就暂停，吼，所以咱毋望咱会当做伙来参加即个受难礼拜。咱后礼拜咱只有一场的礼拜，咱嘛要有洗礼甲圣餐，嘛请兄弟别烦心。咱即时咱来祈祷，为着世界，为着台湾，为着宣教师来祈祷，为着咱的各样的事工，咱的社区事工，咱建堂的事工，嘛为着怀孕的姊妹明医、玉桥、木仪来祈祷，嘛为着身躯欠挽的兄弟姊妹招荣兄、庆福兄、信实姐、慧玲姐。秋菊姐、白长老娘、阿卡姐、西江兄、民主姐、邓妈妈、道明兄、俊生兄、张老师、龚琪姐、陈其雄长老、怡礼、素梅姐、方梅姐、明理姐、阿菊姐、郭元兄、佑庄兄来祈祷。互咱你若认为讲你的名单会当对这顶面摕落来，嘛请你甲我讲。互咱叶波波即个赵荣兄，就是伊射护线的问题吼，咱恳求主会当来帮助伊，来想说互陈真长老有气力会当。互因会当彼此来照顾，所以咱开喙为着遮个集体，为着遮个事工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遮个受辱的证件里，阮会当组织伫你的面前做伙祈祷。主，阮知，当阮做伙祈祷，替别人祈祷，就是阮彼此相听上好的证明。主，恳求你帮助，互阮用热切的心，会当来替即个世界来祈祷。主，特别阮看见即个世界有真侪的混乱，真侪所在战争，也是特别战争的，恳求主你的怜悯。真侪人伫妖恶天灾的中间，也恳求主你的拯救，恳求主你帮助，互阮人类会当伫即个时阵，搁较来想起你的慈爱，搁较来超找你的恩典。主，阮也恳求你帮助，互阮也会当伫为着阮即片土地的祈祷的顶面，也互阮会当彼此来定定来纪念阮即片土地。阮看见台湾即个小小的土地，阮真侪人也毋捌你，主恳求你帮助，互阮毋若是阮家己领受恩典，也互阮将恩典、将福音分享，互搁较侪人会当互因来认捌。特别是阮的亲人朋友，因中间也有真侪人毋是基督徒，恳求你帮助，互阮会当透过阮家己的行为好的见证，会当帮助因来看见耶稣基督。主，阮也要为着各地的宣教师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遮个宣教师，互因有平安，也互因去到无共款的所在，跨文化的宣教的时，互因拢会当有上帝你所想说的平安，也互因所做的工有功效，也保守因的家庭，拢有上帝你的顾守甲看顾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教会来祈祷，阮教会有真侪的社区的事工，恳求你来看顾，来引带，互一侪人透过阮所做的遮一切，会当来认捌你，互因会当来，最后也因会当来选择认捌耶稣基督。阮也为着阮建堂的事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，透过不断的调整、修正，互阮会当哪来哪行远，上帝你互阮会安尼一个方向来行。主，恳求你也保守帮助兄弟姊妹身躯欠挽的，互因伫病痛中间，特别真侪久长病痛的兄弟姊妹。主，阮知即种的病痛真容易互人失去信心。主，恳求你保守因，互因会当对你有加倍信心，也恳求主保守伫因的生活中间，互因搁较侪会体会到上帝你甲因同在。
也为着怀孕的姊妹来献上感谢。恳求你保守遮个姊妹，互因甲因腹肚内面的囡仔，拢会当有上帝你的看顾。也为着生产了后，遮个姊妹甲因的家庭来祈祷，也恳求你赏赐互遮个家庭，互因有智慧、健康的身躯，会当来照顾因的细囝。将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你主帮赞。当阮踏出教会时，开始互阮有知影，阮受呼召，毋是干那伫教会，阮受呼召是进入阮的生活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即时来吟圣诗397首。吟诗了后，请牧师就祷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永远甲恁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